受到我哋中華民族文化傳承嘅力量。咁主要係啲咩咧？都係為你哋去提供一個有意義嘅非凡嘅學習同埋生活體驗。有冇體驗過啊？有啊！今次咧，其實提升咗嗰個課程嘅趣味性同埋教育價值咧。咁其實我哋全德慈善基金會咧，係同三明實踐基地係同你哋係親自設計一個咧係豐富嘅研學課程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希望咧，你除咗學識嘢，亦都會感覺係有趣味嘅。咁佢話呢個研學課程咧，都係多謝大家啦，可以成功順利咁樣完成。咁我希望咧，就日後可以推動咧呢個福建同埋香港咧喺教育嘅領域上嘅聯繫，同時都希望通過呢啲豐富而有意義嘅研學體驗咧，就推動我哋兩地學生嘅質素啦，提升你質素啦，加深咗彼此嘅了解同埋友誼。同埋為咗推動咧福建同埋香港嘅校外教育嘅交流同埋合作咧，其實我就想培養大家真係可以點啊，增強翻你全球嘅視野，同埋點樣跨文化交流嘅能力。有冇增加過？有。咁我全德慈善基金會咧，其實每一年咧都會舉辦咧唔同嘅明港青年單身同聚交流團嘅課程嘅。咁希望咧就俾你哋啦，就可以深度了解祖國啦。作為祖國嘅一份子，我希望你哋可以增強國家嘅認同感，增加中華民族個自豪感，同埋咧將我哋優良傳統文化傳播落去嘅。咁喺到而家啦，仲係新春嘅正月係咪啊？咁所以咧，我